今日帶大家嚟睇呢個位於中山城北嘅筍盤，位置超優越。呢度鄰近深中通道出入口，係直通巴士上蓋嘅屋苑，往來大灣區極便捷，而周邊路網發達，南沙港鐵路、港澳高速、深江高鐵貫穿，5分鐘到達中山城北收費站，10分鐘到中山北站。無論坐公共交通或揸車，港人往返輕鬆無壓力。項目周邊仲坐擁萬民匯、保利國際廣場、上城 V Park 廣場3大商圈，吃喝玩樂一站式搞掂，7分鐘到達中旅中港巴士站點，每日30班，2小時達香港，往返零壓力。屋苑外立面時尚大氣，園林精緻，泳池優美，舒適度滿分。再睇睇佢嘅戶型，100方左右嘅3+1房，空間利用極佳，實用率超高，港人最愛嘅戶型設計。一入門，交樓配備智能門鎖。然後玄關處可擺鞋櫃，旁邊入戶花園可改房間或書房，仲贈送一半面積，性價比極高。然後就係客廳，呢個餐客一體空間夠晒闊落，客廳直擺4米 sofa， 仲有城南北對流設計，客廳連接闊景陽台，園林綠意直入屋底，餐廳對住通透採光面，食飯時陽光同風一齊嚟，唔使開冷氣都清爽。再過嚟睇下廚房，U 型廚房設計，操作順手，仲送廚房3件套，交流即用，慳時慳力。再過嚟生活區睇睇，第一間房開發商板房改造咗兒童房，空間闊綽，擺床與書桌仍有餘地，可以改造客房或者書房使用。再過嚟就係工位，工位乾濕分離，交流標準配置，所見即所得。然後第二間客房，窗戶直對園林全景。成面牆嘅綠樹花草撲眼而嚟，空間闊落得嚟仲夠寧靜，朋友入住猶如置身公園，體驗極佳。主人房夠晒闊落，帶獨立主位，仲有270度大飄窗直望園林。朝早陽光鋪滿床，擺張2米大床再加衣櫃都綽綽有餘。主位乾濕分離設計，交標配備品牌衛浴，體現生活質感。重點嚟啦！100平方米戶型首付僅2萬起，送全屋家私家電，真正拎包入住，仲送香港往返車票3年，最後幫手地產再送出神秘優惠。如此重磅福利，有興趣嘅朋友仔記得後台私訊我哋啦！